各位起立。而為咗配合教育局7個學習目標，我哋將球場翻新成為紅心球場。新添置嘅仲有水母間同埋寵愛角，同學可以透養飼養水母同埋蜥蜴，研習生物。請拍照留念。第一件事就係我諗返一個冇冷氣嘅禮堂。讓我的呼吸與自然和灑向我心裡。 Turned into a bog is what used to be your dog. Your大家準備好未？預備，3、2、1。